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家老枕，台语安尼写家老枕，华语的落枕，台语讲家老枕。我昨暝困无好，困到家老枕，若要越头，颔棍就真痛。济人拢捌家老枕，医生讲，长时间姿势不良、用力过度，也是洗力无适当所累积的伤害。若佮加上困一暝，姿势无改变，早起床就真的家老枕。若家老身，就是老体，就是华语的流产。伊牺牲男底，囡仔保袂牢，家老身咯。家老枕的家老，华语的物品遗失，也即是物品掉落，就是家老。嘛当讲拍家老，也毋过阮前做囡仔到大，拢是讲家老、拍家老。譬如讲，已经摕到手的物件，搁拍家老；啊，搁譬如讲，食物甲喙口才家老去。这两句的意思，拢是咧讲煮熟的鸭子飞了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家老枕，实在真趣味。